带去读唐诗。洛阳女儿行，作者王维。洛阳女儿对文姬，才可用颜15仪。良人玉立成苍马，仕女金盘过李鱼。画过丝流尽相忘，红桃绿柳随江向。若为宋上七雄鸡，宝剑迎归九华中。共夫富贵在青春，意气骄车极贵轮。斯人必欲亲教母，不识山河齐伊人。春窗四月九味好，九儿片片飞花锁。戏罢青舞李曲时，终成只是分香座。城中相识真繁华，日夜经过着离家。虽然越女颜如玉，并肩钢头似晚纱。简介：这首是人称小王维16岁作品，小小年纪就慧根，将所见所闻引述得精辟入微。按对面的厝边有一个查某囡仔15、16岁，虽然是出身寒微，也无生做呢清秀俏丽、人见人爱，果然被一位权贵妇人家来看中，用强极奢华的香车宝马，搁落玉满金盘，带着真侪佳肴珍品，风风光光，赢这个美轮美奂的家门。这4年8句呢，将人世间的好野善、贵贱、天良之别，刻为刻入木3分。第5日的起句呢，就用一句功夫，加亲有真不平的口气，就是讲这人家土气车花，是不是太过分呢？虽然享受在贪少年，然而呢，无应该有南北朝的赵庄迄阵土制人的命，用古代上高贵的九味火，通宵是火光照耀，这更加是加强贫富差距强烈的对比。8到2年呢，好像有叹息这里乌鸦变红红的小家碧玉，每天跟他跳舞唱歌看戏，尽情欢乐，未记岁月不留人，红颜迎落。等咱年老色衰的时阵，甘也过等得人听，享受这款的欢乐吗？下面的这句呢，更加令人亲热，用汉朝的赵飞燕以及汉武帝宠妃李夫人，也捌享受过这款的轿车，也有韶华一时，等咱人老珠黄的时阵，就乐极生悲。每人讲论美性呢，有真侪珍稀落来的晚纱玩女，赢伊何止前辈呢？就是因为无被看中，起码呢也搁伫工头来玩纱。结尾这年呢，有同情，有赞赏，更加有更加侪感慨。称赞玩纱的玩女虽然是辛苦，也唔会当自力更生，安然自乐。反观迄只好青春美色因缘际会，非常低调，变成豪门的贵妇呢，只干那会样欢乐，等到青春不在，互人来抛弃的时阵，就感觉对你深恩的痛苦。这个痛苦不是3言2语我当中来形容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